快啲啊！睇住啊！喺睇打邊。喂，做咩啊？啊？喂，求其揾個濕就去啦嘛！打，跟住點啊？4，誒打！快啲，let's go！快啲啊！屌，得返7分鐘俾你打啊！哇，好波！多少了吧？下個禮拜幾時玩？幾時翻嚟玩？見你走啦。哦，OK。2分嚟㗎，2分嚟㗎，踩啊！然后就吃技能了。现在打了一个虫之后呢，先走 ，Driver 也开车流到了 Matrix 这个地方，得交闪现，闪现勾墙能够拉脱，闪现拉出空间再勾墙啊。这个也算是完成了上半部的任务吧，就吃了一个虫。主要我觉得这波对于总体来说是蛮赚的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空档期 ，Red 来了一波小变速，强行抓了一次红区。
抓完之后，你話8-5還是我們贏？因為我哋贏100分。邊個贏啊？我哋贏。翻去睇下先。不是这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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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场。8-6。阿天美啊！好像剩下家长了，今天有谁？我刚刚在看打那个，真的在直接上场区，因为他现在盯着这个队友还有如果不行，看看什么韩国队的要的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哔哩哔哩啊！Answer back。一技能见到了，完了，有咩狗啊？闪现单枪，高一波闪现。然后 IT 输给 T1就没有火箭，全球17强啊！哇哦！但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哇！紅衫仔球啫，1分嘅啫。1分嘅啫。2點咗俾佢。